过来关心坐轮椅的朋友，看医生是真无方便。身心障碍联盟拍出着轰炸员来查看着双北市81间的病院甲诊所，结果有54%，这个大门拢上下，轮椅拢无法度入去。希望政府解决这个问题。诊所门口楼梯，轮椅无法度起哩，或者是设伫厨房，但是材质唔对，或者伤细，恐惊厝倒就危险。身心障碍联盟调查，台北市甲新北市50间诊所甲31间病院，发现有54%大门无法度入去，24%看诊室登袂入去，74%无便所嘛无手环。真的没办法，我才去看医生的，因为我知道我去的时候会很麻烦。光想到心里就发毛了。哇，我去到那边，那如果没有在那边那个年轻人，那我怎么上去啊？门口可能无障碍，可是我没办法进到诊间跟医生就是比较有隐私的诉说我的状况，必须要把我的隐私、我的病况摊在公共场所，让人家知道。坐轮椅的人感觉到诊所看病无方便，只会当到大病院看诊，看一个感冒得要半天以上的时间。医院推动超过30年的无障碍法规，诊所一直都没有办法推动。目前在法规上有要求的只有卫生所、复健科诊所、居家护理所等等。身心障碍联盟呼吁卫福部甲营建署，看到身障朋友无方便，爱尽速定着法规，彻底落实，互因求诊会当更加无障碍。